我等下会找一个大明星来，大家很喜欢他。还有一个人，我的偶像，我好紧张。我先说，叫他瘦到不能再瘦。对，他瘦到连公司先发出通告告诉他，经纪人给我盯着，再瘦就没戏可拍，因为不联系了，有没有？所以目前为止维持就好。他是我们一个超级的见证者，欢迎大家的偶像黄文星，文星。来，我也是他的粉丝哎。文星之前我看到他不是这样，为什么呢？我刚才在跟他分享，我们全家都他的粉丝，有没有？到现在还在重播什么阿爸的愿望，好多戏哦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有什么那个以前我拍的第一部的戏剧，像《蒙甲耀辉》。有，你那当时看大口了哦。我现在看我就觉得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想笑，我就觉得哇，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在拍的时候，其实都觉得刚好啦，不会觉得说太胖或太瘦这样。可是现在我现在瘦到这个程度，我再回去看我以前的作品，其实大家有啊，我就觉得哇，那时候怎么感觉很像那个脸被打？我让你看一下好不好？其实说真的，那个时候啊，跟现在2个人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有没有？其实我现在的体态应该是我出道这10年来从草偶到现在最瘦的一次。真的哦？对，这个是我拍《一家人》之前嘛，然后最早期出道那个草偶的时候，那也是我最胖的时候。是，就你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像婴儿肥那样，70几公斤，我记得70几公斤。然后这个好像也相差没有多少，大概70公斤左右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在好远哦。对啊，因为我在拍《一家人》前面之前就是大概是这个体重，可是我想说，因为现在说真的演艺圈不好混嘛，所以呢，你要非常你要偶像型男呢，对不对？对，要注重自己的体态这样。然后我其实有看到那个谁，比如说像少奇哥他们，就觉得哇，他们也是我懂，也是变得好瘦，我就觉得我他们可能狂练哦，要花很多时间狂练这样。他是真的狂练，他的那个腹肌跟石头差不多吧？真的哦。对，然后这个是题外话，当然我看到我就觉得说，我要让自己再更瘦一点，因为我觉得这样还不够。我听说你是美食爱好者啊，怎么瘦？对啊，是我拍戏也是便当啊，宵夜啊。而且我拍戏最喜欢吃的就是卤肉饭。哦，上一次那个空肉饭。我也是差不多，就是也喜欢卤肉，也喜欢控肉，就是那种比较油腻的食物。我真的很好奇。然后我又很爱喝珍珠奶茶。真的。他这两波短扣，这两短扣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没毛病，你毛病吼。可是问题是我比较好奇是文星现在到底几公斤？我现在是63，我那时候是70公斤。然后呢，因为要拍戏之前，其实我都还有为了这个戏然后去运动，就是半夜就是70到63哦。对，7公斤哦。对啊，然后在半夜我这时候每天要顾小孩，然后人家都是那种什么下午然后早上去运动，不是小孩睡觉的时候半夜去才能去动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在家附近那边跑。但是看起来当时效果也不彰了。其实他的运动等于没运动了，他靠的就这个益生菌啊。我比较好奇，你知道刚刚我们看到那张照片哦，虽然文星没有像严总一样那么夸张，有没有？可是文星我比他高我180文星那张肚子嘛是8。对，我那时候。你刚刚那张照片有没有？肚子这一块也是卡的2块这样，嘛是松软肥啊，你手臂也差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你太瘦了吧？缩小腹嘛，这是缩小腹。卖缩小腹啦，大哥肚子都掀了，有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是不是？你不给我穿马甲在里面哦，不能这样哦，真的没有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？没有啦，掀起来看嘛哈。啊，这样。掀一下就好了啦。结婚有小孩这刚刚我算呢，这没有收小腹，收小腹是这样。这37公斤，你看我妈妈。你给他带，我要比你更瘦。我一定要吃3包。文星是瘦到被经纪公司说不散了，对不对？一开始我运动，其实我进去剧组的时候，人家就是我宁愿剧组有介绍，那时候一家人刚拍的时候，一家人益生菌就已经研发出来了嘛。对。然后里面的剧组就介绍我吃，我说啊，益生菌不就在我的认知里，因为我也不会说太去研究这个东西，我就觉得它是
一个保健食品，肠胃的保健食品。不错，对身体不错。而且我说这个不是保健食品，就是让你排便顺畅这样而已。他说除了这个之外，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阻隔肥胖因子。说阻隔肥胖因子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？他说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让你瘦，然后你吃的东西它可以尽量减少，让那个热量吸收对吸收这样。我说真的还假的？其实我也半信半疑，反正都送了，也没有免钱啊，我就试试看啊。后来我吃了大概1个月，然后他说像你这样的话，你可以正常保养吃1包，如果你想要瘦的话，1天要吃2包。吃2包哦，你跟严总一样吃2包。然后你第2包可以在睡前吃。你也在睡觉的时候可以阻隔晚餐吃的这些东西的吸收。你就照着这样做。对啊，我就照着这样做。其实我也不疑有他啦，我就是反正吃的这些是保健食，它也不是瘦身的那种减肥药。整个剧组的明星都在吃，不是吃药啦，反正几十个明星在吃。对，他是吃好菌，对，好菌，反正没瘦也我也没有坏处吗？对呀，没有损失。结果你1个月瘦大概4公斤。你什么都没做呢，对，你还要拍戏这样，饭一样照吃。对，照吃。而且我们那时候拍戏吃饭时间，其实我们第一餐，像我们拍戏有时候第一餐就是晚餐。还有宵夜啊，宵夜那个就是其实就是午餐嘛，一定要对，因为那个是。然后呢，晚餐是早上。但是文心这样1个月就瘦4公斤了。对，后来还有第2个月。好，第2个月。第2个月就是大概因为会缓个人的体质嘛。对。其实像我的体质，我在第2个月我还是照吃一样吃2包，可是有比较缓一点，就大概瘦3公斤。可是后来那时候你毛毛要摇摆，你也40岁，不是，就这样7公斤呢，也没有。还有第3个月。没有第3个月叫他不要再瘦了，然后跟他讲，如果你要吃益生菌的话，你饭给我多吃一点，肉给我多吃一点。我耶，经纪公司卖回家啦，黑益生菌吃刚好修散啊，我都怕你啊。那时候有很多演员，不管是男的女的，看到我都觉得说你太瘦，尤其是女演，我的搭档李燕。我问你，有没有真的很多人一直问文心，你到底干了什么？怎么会瘦成这样？对啊，他说哇，你怎么会这么瘦？而且甚至就是觉得说你这样瘦没办，你知道？我说怎么会没办？我就是这样瘦你啦，还嫉妒小鲜肉啦，你看。就是我觉得荧幕这样看起来会比较，觉得他是台湾的郭富城啊。他真的瘦到好有型。台湾的郭富城。妈妈，我们仔细说，我们都他偶像哦。你公健一爸爸，妈妈蛮好看的了。可是现在这么帅，我现在停止了，我现在就是正常1包就是保养这样。对，因为蛋白代谢也增加的很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还是不能太瘦，我觉得现在这样在荧幕上是刚好。对啊。再瘦下去就天理不容了，真的。对啊。不过真的以他这个状况，现在瘦到这样健康，是，而且你没有刻意节食没有刻意节食。会不会吃益生菌有任何不舒服？是，不会啊，我觉得就是排便顺畅，而且你的气色会变，真的会变比较好。对。所以如果严总按照这个状况的话，其实任何人都可以来吃一家人益生菌啊，它又不是药，对不对？效果又这么棒，很多人吃你要像我这样15天1天2包的，快速5公斤也可以。那像现在是正常嘛？那1天1包是3个多，很多人是要肠道健，它真的是最强的菌种，而且真的很难做，一般菌种的3倍。那我还是要讲，广告非常大，全通路都缺货。是。那东升好不容易有点货，而且又最低价，而且是按照我们的超级专利益生菌，注意文心也在标准值之内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效果在这里来。简单来讲，刚刚文心是不是70公斤？是。它掉了7公斤。那如果说是严总，假设是90公斤，他就应该掉9公斤。就是严总只有多少？你才15天呢，那这是42天的标准的真正的实验报告。好，下次跟他一样瘦，我再来。好，继续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都没有货啦，你讲跟真的一样。严总，再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自己家囤20盒。你自己囤20盒？我女儿也吃啊。你要多买几组。我老婆也吃啊。益生菌本来就在吃啊。那为什么有1干里狗又最好的益生菌？是。又牌子又那么大，因为每天广告，又一堆艺人代言推荐。对，都是明星艺人在推荐使用。所以2980是全台湾最便宜的组。是，所以刚刚严总拿给各位看的双张专利，这件事情是要告诉大家，你吃到对的益生菌，那就是1包完全搞定，好不好？16分钟好。我们就抢完就停因为严总今天的货量真的不多。一家人照顾全家人，一家人益生菌。我发现胖的时候真的
的非常容易便秘。我现在瘦的时候，我觉得上厕所都是很正常的。这个对我，尤其是女孩子很容易有便秘的问题，我就是有这样的问题。你瘦的时候啊，你就不会特意去穿什么去遮它，就是可以露的你就敢露出来这样子，同时可以达到瘦身，又可以达到上厕所很顺利。对，就是排便的问题。对，然后还有肤质，我也刚刚想问这个，因为如果你有正常的上厕，你的皮肤状态就会比较好，就不会有痘痘什么的。它除了可以让你变得漂亮、帅气以外，太动腿了，它也可以让你变得更健康。我觉得健康这个才是最主要的诉求，这个方式又健康又持久。对，只要代谢好，你的肠道是年轻的，是健康的。来，12分钟倒数时间计时哦。刚刚看到，其实从国林在吃，月娥姐在吃，对，李燕也是因为黄文兴瘦太多了，她说哎不对，这学弟怎么瘦这么多？我们来萌姐一下虾呢，所以现在她也瘦到这样子。Sandy 自己也瘦了5公斤。我直接讲吧，一般益生菌的效果它都有，而且更好，所以它叫益生菌之王。但它有一个专利的 MB520的专利益生菌，所以第一个我是真的15天我去挑战瘦了5公斤哦，因为我是易胖体质，大家知道我瘦了又胖了，我现在又瘦了。那文心是1个月4公斤，所以你来吃10天可以至少3公斤。那我跟你讲为什么？我让你看一下，还是一样2张专利，减少肥胖增加20到40%，减少肥胖的体重10到80%，是降低食物摄取量15到25%，用于治疗肥胖的益生菌。然后最大的重点是，它连参加世界杯、国际期刊，它都推荐这个菌种有效降低跟控制体重。所以我坦白讲，今天在讲的是2980，我想你买过100包的组合是最杀的。然后杨明叫我不要卖，他说不要啦，你卖60包就够了啦。但是我还是坚持2980是目前全台湾最便宜的组合。那你想，你可以用折价券，你可以打语音，你可以试吃10包，你还有2000个的折价券，所以算一算，任何通路都不会有这么杀，也不会给你这么多试吃。对，保证真的是最便宜的价格。但很多人可能会问，真的是我们知道广告上面这个一家人的有益菌吗？是的，就是目前为止全台湾的唯一专利。宪哥的女儿 Sandy 代言，对，嘛3、4、5公斤，这引导的吼。文心真的厉害。3个月卖个吃，我吃够较瘦。你来看一下文心，它真的差好多哎。现在的文心是全身上下这7公斤，这2个月的7公斤，让你全身上下，我觉得是瘦的匀称之外，你看起来精神气色比较好了，气色比较好，而且看起来更年轻哎。对，就是气色真的比我觉得。对，你看，我觉得胖真的会比较让人家感觉看老。你不是说你吃这个除了瘦，什么是你的皮肤容易过敏？还是你小孩？我的鼻子就是在那个秋天跟冬天容易不舒服。交换季节时，我常常都会流鼻水，对，所以你后来体质也调整啦？对，我稍微真的有调整很多。虽然现在还是会，因为这今年的那个那个气温变化更明显。对，但比较缓解是吗？对，有比较缓解，就是还是会打喷嚏，可是你不会说一打喷嚏之后就一直打。这个益生菌是连来，我让你看一下，第一个呢，它这个菌种有一个很厉害，就是说，除了说它整个菌数，包括它的胃酸、十二指肠、70度 C 的存活率之外，它是一般的乳酸菌的1000倍。所以你有在吃益生菌，它就是益生菌菌种。对，怎么可能广告这么大？怎么可能去大家都在国外跟国外的益生菌比赛还得名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得到我们的专利。还有一个最大的点是，我们全部的检测都有，因为大牌子，你要想几十个明星在吃，几十个一哥一姐在吃，不能里面乱名主持人在吃，我也在吃，所以不含西药、减肥药、芦荟素，没有防腐剂，而且他每天在广告。问题是，我都说你广告什么？你缺货，你有什么好广告？你都不给我货，你有什么好广告？对。但是2980的100包。
绝对是全台湾任何通路最低价。这边还可以打语音，还可以用折价券，再送高额折价券，还有高额2000折价券，对，然后你还可以用折价券，对，还可以试吃。我认为你如果平常有在吃益生菌的，认真吃啊。那想要较瘦的，就看更2包。啊，如果怕太瘦的，就1天1包。是维持的，就1天1包。但是我还是要先讲，是很多说啊，那我就是本来生来就胖嘛，这个我解决。再来强制脂肪做代谢，所以很多人说我有代谢型的肥胖，严总52了，文心也40岁了，对，其实大家都不年轻了，代谢型的部分一样解决。肥胖不用讲那么多，剩7分钟，真的都需要。你打电话来抢这一盒送给你。对。啊，没有让你瘦2-3公斤，直接让大家试吃就对了。你退货不用钱。100包保证是最低价。更别说语音折价券、送折价券、用折价券，真的，你现在想这个，你就可以瘦2-3公斤了。而且益生菌，哇，先抢那就先瘦2-3公斤。我们都有在吃益生菌，对，你把一般益生菌、乳酸菌的钱，而且你不能让他们乱吃减肥药啊，对，要吃益生菌，就吃益生菌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观众朋友，所有的副作用就是让你顺，让你瘦，没有。还有观众朋友，全身性皮肤都变好哦，这都是好处啦。文心说他体质也好，整变好嘛。对。吃有益菌有什么坏处吗？拍谁没有坏处，唯一最大的副作用，这一次有益菌很讨厌哦，真的。如果你不想瘦，不要吃，因为如果你吃了瘦了，我赔不起呢。因为有益菌，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是想要来瘦的。文心现在就是被经纪公司讲，不过算了，维持的饿。反正呢，你大概有3个月不能来，因为我们要断货了。你呼吁一下吧，好不好？要瘦的话，1天就是2包。2包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第1个月4公斤，第2个月3公斤，后来就是被那个剧组限制，就是不能太瘦，然后又被那个李艳就是警告，就是你这样太瘦。而且你知道，一般吃，我怎么跟他对戏啊？一般吃减肥药会有副作用。对，我们的益生菌除了瘦，你有没有觉得其他的好处？真的，这个一定要气色会变好，而且排便就是顺畅。其实像文心现在是63公斤嘛，你真的不觉得她气色变得更好吗？但有一件很讨厌的事情，跟她对戏的女主角如果没有50，胸短空，那个16比9，妈妈出去都会骂，有没有？因为女主角那么胖啊，文心羞惨啊！刚才讲，有人说皮肤变好的，有人说，比如说鼻子过敏比较好了，是，比如说代谢好。那我先讲第一个，也顺畅。你今天吃的不含西药、减肥药、芦荟素，没有重金属哦，而且每天有广告大品牌，连宪哥的女儿 Cindy 都跟他是一样的哦，也瘦4-5公斤。好，那第二个重点是，这个菌是目前全台湾最强的菌，很多专家公认。比如说它的耐胃酸、耐十二指肠什么，重点是这句话叫酵素活性比一般乳酸菌高1000倍，高别人1000倍。好，那再一个，你一般为什么我敢跟你保证？你看谁会拿到中华民国专利？它是抑制脂肪堆积，然后这个专利讲什么？还有一个最大的点，它到全世界去比赛都被认同，它可以降低体重。所以我先讲啦哈，第一个我跟你保证几个事。这100包的980绝对是台湾最低价，你还可以打神奇的瘦了5公斤，我超易胖体质。那说真的，这个东西最后我讲一个，它会断货，因为10天他们的平均大概都3公斤左右。它这个阳明生医介绍一下，这家公司很厉害。来，第一个哦。培养这个，我去实验室看吓一跳，一般就是3倍，否则怎么会酵素强1000倍？成本还10倍呢？你看，成本是10倍，所以就拍走，就拍走，真的超便宜。所以我最后讲，跟老客户讲，像我囤个，他大概囤10盒，我们要囤个15盒，我2个女儿吃，我老婆我啊，你本来吃乳酸菌、益生菌，你把钱移来这里啊，一根里狗啊，唯一就是怕太瘦的。就避免1天没有，我要是今天因为我坦白讲，上次的专案我没有看到，是，但这次的专案这一盒对不对？电话不要挂哦，10包哦，10包哦哈，挂了后面买不到哦，真的，那修超贵，你真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每天都电视广告，每天都没有货，2、3组，真的哎，一哥对不对？名主持人，一个5公斤，一个15公斤，哦，一个5公斤，胖哥7公斤，瘦哥是，拍谁哦？他们2个加起来总共瘦了12公斤啊，那边瘦太多了，再加Cindy的话17的啦。我下次再瘦10公斤给你看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下次严总挑战，记得哦，我声音好了，严总要再瘦10公斤哦，40秒倒数计时时间，全省最低价格，全通路也是最低价，订购成功再送2200的高额折价券。